恁命恁命恁命。新温州大主教。回剑，千机回剑回向苏阳门，苏阳门各地下去亲人，即时又出中传宝剑，左手运出顺阳气功，这个克敌千剑定路。魔鬼宗教人探出苏阳门的实力之后，不落其用，另设奇招，特别对付苏阳门咯。知啦，这2、3时间就无代志，你安尼无恙吼？是啦，阳门啊，你满身大汗，是对方功力真强，顺阳将险阻失败。幸有一口龙泉宝剑，灵气逼体下攻啊！是啦，廖当得要到啊！王将军，你辛苦咯！讲什么辛苦？那讲起来哦，你比我12万分会艰苦啦！那咱来起行吧，带路啊！在哇，可怜啊！行。老三两起，老船哥中了俏贼龙的圈套。打上了灭魂桥路，将姑娘甲今日放来不得有误。救命！两起啊，下面啊，嘿，这个无单装的人，我甲看起来拢怪怪了。两起，你敢有感觉？迄无一定，这拢是电啊做的哦。因呢，你咪较早讲的。所以你去下面行啦。我这拖做的，哪有你行伊电啊做的？老兄两起，另外疲乏不堪，所以我甲刚入这个房内去休息。伊必须要充分的休息哦。请问，曾叔啊，阮小妹是伫多一间房间啊？靠近地洞迄间就是我的房间，要互另外休息就是啊。是讲令夫人呢？在下尚未出车，还未娶某。还未娶某，看到查某囡仔呢，目睭拢咧高转，刷落去迄喙角安尼拢流迄喙烂泡安尼，啜，安尼敢若未受地高。哎呀，恁两人讲话较客气咧。我是正当的君主，算起来是无单装的神士。神土，什么神土？到迄个书字啊，下骹因为较长，小可变土。恁两人有闻到什么味吗？真香呢。两起啊，这什么味啊？这赞，这就是玉兰花的香味啊！真香啊！要香啊！来人啊！将两人甲我抓去监禁在茶房。遵命。来找老船哥就是，是江花，烧酒一杯，喝一杯，饮出目屎滴落地。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凄迷。如今变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返去我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
饮不住目屎滴落地，三年斗阵无算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杀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后悔？银龙闪开，在了。姑娘，你就是杭州第一美人，我乃是本地第一才子，叫做驸马英，绰号叫做俏才郎啊。对你甲我熟悉这件事，甲伊想起来呢，月下努力为咱看这条红线，看得真准。望姑娘唔通错过美景良辰哦。朋友，你唔通痴心乱心，你我男女授受不亲，赶紧出去，才袂惹好伤心啊！什么？你的亲孙若是无答应我，就恁三条性命砍入哦！枪拱，小龙，早先为君主，3块来伫外面等你。 3块嘞！帅哥，赶紧凉凉吼！好佳在这里独臂独眼来求阮呢，赶紧的啦！这个驸马英哦，我看不是好东西啊！即嘛形成哦，插饼残啦，鱿鱼在咧夹目残啦！变怎呢？赶紧对后尾门选哦，下尾句下尾选哦！ 武当生我3国义士文公亮，一剑对5叉，个个万分的留神，霎眼间别光一闪，5叉挨下倒地，老大救命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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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后若再看恁为非作歹，剑下不留情啊！不敢。请问老大，你是行哪一条路？光明之路。大爷，你讲的唔对啦！你问就问讲，请问老大，你走哪一个频道？什么频道？多一条路啦！对啦，老大，咱唔知走多一条路，什么道啦？一道两道的道。 空中大道了。哦，原来伊是正派，咱5人为是杀手。安尼咱兄弟都要改写规矩哦。对啊，爱改写规矩啊。改写规矩。我都袂惊袂走啊！等下，两去啊！免啦！恁师哥迄骹底拢总溜皮兼老血啊！等要安怎就好啦。我咧想哦，迄顶叫咱来甲头讲出来。你甲我哦，讲阮师哥无够分来分酒遐尼，惊袂到哦。有理。危险哦，啦！日去拄去拄着迄个驸马英迄电下组叫电着。 呀！你款拖车咧行电脑做行啥？对吧？好，免惊，我做头前。对啊，你较无胆做头前，也我较好胆就做后面，安尼对。朋友你免着惊，需要一点决心。我已经改写规程路，这个3缺义士看起来非常的正派。 凡是伊就是温州苏彦文，也无得哭啊！你是捌看到苏彦文啊？捌？文其名，未见其面，我甲你介绍若是温州苏彦文啊，迄就是非常的缘投，毋是一粒目睭，我一支手咧。迄安尼好，心有好背，霸头艳暗嘛。讲起来敢若亲像宋玉盘，若要讲三国时代咧，亲像吕布啊，吕布的夭寿毋是？亲像诸葛亮、孔明遐尼水咧。若要讲起来，亲像迄阵尔周实啦、周丕啦，遐尼水。还要讲咱这有路用。 唔免讲现罪，总讲苏彦文唔是一粒目睭，甲一支手就对啦。你敢捌哩？
他带迄个查某囡仔，迄就是正港苏彦文的未婚妻呢，老选姑呢。哈哈，哎呀，安尼我明明有眼不识泰山哦。那无要紧，你若改写规定哦，你已经着送我吼，啊，互阮小妹安全会当到这个分南分州。无问题，叫送你新煞送2个轿夫，马力姜红，安那啊。你做轿夫送苏夫人到分南分州，不得有误。好，我知。好，我知。嘿，是啊。宾王爷，外面有一名将军阿凡人求见，带进来。这边。皇城只为赛，王尊叩见朱千岁、千岁。免礼。后面迄个是犯人吗？正是。为什么无带铁夹甲铁铐呢？王家千岁，因为来到中都西河所在，去拄着数千名土匪，所以这人犯苏彦文奋不顾身啊，单独退敌，所以啊，哼，无照规定犯，来人啊！落去拍20个滚滚，请问王爷，这毋是将军的错误，如果要拍，应该是拍我。住口！犯人无讲话义的，来人啊！落去，准备啊！李龙爷已经拍20个滚滚咯。王顺，来，公文呢？在此。好了。人犯我已经收到，你可以回京交车了。是，拜别千岁启程。将军，你受我连累了。哎，无啥。彦文啊，你都要好好服刑吼，要我离开咯。王将军，顺行。过去。按下来才水。罪犯苏彦文。苏彦文，你犯什么罪？杀人罪。恶犯，来人咯！下了去拍80个毒药棍。遵命啊！请问。新日叩见父王千岁。小亮，你为何出来做呢？启禀父王，这个人在这个中原比下来到辽东，一定受真多风霜折磨。假使你若是80个棍解拍落去，恐惊也受袂了。这嘛，好啦，都有棍免拍，来人啦！到这个罗爷营去做苦工。父王啊，怎样？孩儿有一个要求。要求什么？我希望苏彦文来做我的武师。哎呀，你真乱来啦！这个人是真犯呢。也毋过方才原来迄个将军伫咧讲，我苏彦文在西河单独对付数千名这恶徒啊！何况孩儿自真早就听过这个温州大儒叫苏彦文的名字，所以我想伊迄招顺阳将若是来教我就变成天下无敌咯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少年人安尼胡言乱说啊！单人应付数千名土匪，迄绝对无可能，啥物人相信？千岁，王将军所说句事实啦。你是凭什么？我凭我顺阳将以及龙泉宝剑打过难关啦。好，既然你的顺阳将哪敢会很厉害呀？来，我话这张招刀，你有可能甲我打碎吗？千岁，迄张招刀非常的贵重，如果打碎，未免太可惜啊。无关系啦，3000外尔。是啦，苏大侠，你就照我父王的意思来做吧。既然如此，王爷你注意看吧。哎呀！王爷真抱歉，招刀碎了。好厉害呀！都3000外了去啊！父王，安尼应该相信了吧？相信。苏彦文啊，在你愿意做我的囝儿的武师吗？劣者在所学浅，武技劣绝，焉敢当此重任呢？无你是气严心，师傅受我失败啊！执事，请起啊！
多谢师。孩儿啊，好啊，你骹手真紧，师爷们啊，今仔日你就是我的囝儿的事咯，唔免去做苦工，你敢若食饱，传授着我囝儿少量的功夫就可以啊。多谢千岁厚爱，启禀千岁，我在中都有收2名徒弟击怀5匹，因2人愿随我在这个所在修行3年，然后一同回京呢。哦，这款义徒吗？安尼好，本王派他去做炊事。来人啊！还这个击怀5匹，也甲带去厨房做炊事啊！哦，这边啊，预备酒宴，甲苏严门洗顶一个。哈哈哈哈！多谢王家千岁啊！朝廷钦差陈文炳到山西太原府，扮成白身特别探查到太华山黄天基造反的证据。伊身边有小赵高李霸甲小剑客李文清伫咧保护。现在来到赤松拿，发现了坚的物件咯。二壮士，上面青光射目，什么物件呢？什么物件？大人啊！大人啊！大人啊！啊！青光射目，哇！大人怎无还了？大人不见，可能是太华山的土匪用邪术来掠大人。安尼，他可了了啊！咱啊伫咧保护大人，来到这钦差王掠去，你我真侪费劲咯。今夜间上太华山探查详细，安尼好，行了。老山哥坐轿经过凤凰山，发现一座神庙，伊虔诚路桥特别拜神咯。山哥啊，你唔通学像你那说安那求神在保庇着大家咯？兄长，我就是咧求神明，甲我的宝宝添福寿啦。搁再来就是求咱的合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再来呢？再来啥啦？希望严文早日回心转意。安尼是来正确。安好，日头啊无早，赶紧的，好过来行路啊。好，路头啊搁真远呢。老三啊，你看，你叫我老三啊，唔是叔啊，你看，金光满都随去一条，从安尼选对叫来里面呢。你大惊小怪，太上高做红红神显化，在那选啥会显化啦？已经了太上高做红红神啊，真兴啊！哎呀，迷信十足，行啦。68江天一番恶毒追踪老三哥，老三，我看将恁小妹佫更换头壳。哎呀，恁这活鬼啊，死甜活落，两起甲强。好，我下咧推，下咧讲。你哪里哇？光叫下去走啊！光叫你咁样乖乖唔能走，唔能走。我就是江天了啊！喂，老三哥出来！你创啥？你若无出来，我是要你也出来啊！创啥你唔知心？来嘛，要你也来嘛。好。目睭青命啦！不动用我当谁？我，哼！我68法术无边了，你要俩老酸哥，哼！我手啊登去啦！老三啊！又搁叫我老三，唔是啊，叔啊，红神点神通，唔是啦，迄就是阮小妹啊，宣哥有练武功，朱哥敢有武功，我也知，真秘哦，神秘中的神秘了。
文清当李霸入这个太华山，特别解救钦差大人陈文炳。真不幸，两名护卫已经中到太华山的机关喽。妖刀拉十把，又派出独角车高，特别将老船哥撇下路旁。 老大嘛！哎呀，注意啊！王府的爵主朱孝良，带技师苏彦文到野外游赏黄昏美景的时阵，丛林邪妖刀使出五爪断魂阵，电出了苏彦文哦！危急危急危急！苏彦文性命万分的危急，变化如何？请看精彩速写，遍地混淆，新魂酒来如剑。